为着要解决国道1号新德路单定会塞车的问题，国工局建议要加5用估计做到标的头份。不过新德县德北市兴安里里面就向立委陈情，讲若准照即阵的设计落去做，这车路离这个徛街会无到30公尺远，因为生活品质定着受到影响。新德县德北市兴安里的居民在家己住的大楼头前有抗议布条，反对目前误用高架道路严深的设计，讲离邻家厝伤过近，唔拿差，一定会严重影响生活品质。第一排的住户不到30公尺，20来公尺，开门就是看到这样，我以后就住在地下室，不是住在平面，看不到太阳。晚上只有噪音，整天是污染。而且目前设计高架道路是三边拢拓宽，会去影响到当地2000多户的社区大楼居民。民众希望会使改做单边相站的规划去设计，降低对环境的影响。西侧这一边啊，可以说是公寓大厦、社区住宅林立了哈。如果在东侧按照原先的规划设计设置单侧双层这样子的一个规划。那我想，对于整个我们居民的影响就会比较少。针对我们这个原来的一个规划方案，跟东侧单侧高架的这个方案，2个方案去做详细的一个评估比较。可是公路局表示，对这个民调无说理，甲兴安里民闹交去，感觉真歹势。后来已经补做，嘛会针对规划方案去做评估。4个月来完成了，会再来开说明会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